加勒泰第5章，为着要互咱有自由，基督已经有甲咱透放，所以着徛在，毋通阁接受压制做奴隶。但我保罗甲恁讲，着注意听，恁若受割礼，基督就对恁拢无利益。我阁一遍，甲大家甘愿接受割礼的人警告。这个人有义务遵守全部的律法，恁才会想要靠遵守律法得到甲上帝有合宜关系的人，是甲基督断绝关系，失落上帝的恩典。我迫切在听候，仰望上帝，互咱甲伊有合宜的关系。这个仰望靠上帝的神，对神才会当实现。因为咱若甲基督耶稣结连，有受割礼还是无受割礼，拢无要紧。要紧的是有听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信心。恁已经做了真好，是啥人甲咱阻挡，互咱无顺服真理？说服恁的，毋是迄位呼召恁的上帝。俗语讲：一世仔教母为互规床的面册发起来。伫主的内面，我相信恁袂甲我有无相像的想法。遐会得扰乱恁的，无论是甚物人，一定会受上帝责罚。兄弟姊妹，我若继续传着受割礼，是安怎？我还得受迫害。我若安尼做，我宣扬基督的十字架就袂受阻碍。遐会得扰乱恁的人，宁可家己掩起来。兄弟姊妹，上帝呼召恁是要互恁自由，不过毋通互恁的自由变做放纵私欲的机会，着用疼心互相服务，因为全部律法包含伫，着疼厝边，亲像疼家己。着小心，恁若还得相加相吞，会互相糟灭。我的意思是，恁着照圣神的引带生活，绝对毋通求满足本性的欲望。因为人本性的欲望对抗圣神，圣神对抗人的本性，这两个互相敌对。至到恁袂当照家己所爱的去做，恁若互圣神引带，就袂受律法控制。人本性的行为真明显，就是淫乱、误会、好色、拜偶像、行邪术、敌对、斗争、嫉妒、受气、自私、结党、分派、怨妒、酒醉、花天酒地等。我以前捌甲恁警告，即阵搁一遍甲恁警告，做即款代志的人，袂当成做上帝国的子民。毋过圣神所结的果子是仁爱、欢喜、和平、忍耐、仁慈、良善、忠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即款行为一般的法律无得禁止。遐个属基督耶稣的人，已经有将本性甲一切的邪情私欲做伙钉死伫十字架。既然咱靠圣神得活，嘛着遵照圣神的引带来活。咱毋通追求虚荣，毋通彼此结气，互相嫉妒。